哇！珠海三個會員店咧，步行過去5分鐘咧，有個全新屋苑啦，首期只需要2萬蚊就可以上車啦。咁呢個屋苑咧，單價9字頭啦，就可以買到珠海輕軌站地鐵人氣非常旺嘅物業啦。而且仲有我哋大型購物中心啦，仲有巴士總站嘅。過去屋苑咧，只需要5分鐘時間嘅。咁佢呢個屋苑嘅交通如何咧？從屋苑過去我哋輕軌站啦，直接可以去到拱北㗎。咁過去嘅時間大概係15分鐘一個時間嘅。哇！隔咗條馬路咧。右邊咧就賣3萬蚊啦，咁呢度咧9字頭就可以上車啦，而且總價100萬唔到就可以買到特價單位咧。等，而家就嚟到屋苑樓下啦，咁樓下咧就係臨街商鋪啦，大部分都已經開業咗嘅，可以滿足到業主嘅衣食住行嘅。咁小區環境係點樣咧？咁小區咧就係新中式嚟嘅設計啦，非常之靚嘅。咁受35棟組建成，屬於大型社區嘅，一期二期已經收咗樓啦，精裝現樓發售㗎。而家全新加推咁3期啦，聽講咧35棟1個月時間就賣咗啊！而家全新加推咁34棟喎。而家咧在售咧係3個戶型嘅，110方嘅3+1戶型啦，同埋102平方嘅3房，同埋呢個91平嘅3房雙露台嘅。咁而家呢個戶型咧就賣得非常之唔錯嘅，屬於個飛機戶型啦。線式鏡頭展示下俾大家睇下啦，精裝交付到俾你嘅。咁小區配套非常齊全嘅，塑膠跑道啦、泳池啦、球場啦，都係可以俾到業主使用㗎。9字頭啊，而且總價100萬唔到。咁呢個特價單位咧95萬就可以買套精裝3房啦。去到明珠站咧，只係900米嘅距離㗎，去到3個會員店只有1.5公里㗎。翻到拱北口岸咧都係20分鐘左右嘅時間㗎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關注翻我房山領取呢個屋苑嘅咁多詳細信息啦，亦可以揾我房山過嚟實地考察㗎。